因为每方面影响，全台湾拢淡糊糊，咱的环境相对湿度拢超过70%，这嘛，地书讲衫晒袂干，有的臭扑兼生菇。除了这个烘衫机以外，除湿机煞变成必备的家电用品。是讲你方法啊用唔对去，不但无这个效果，佫有可能产生危险。除湿机要安怎放，才有都发挥上大的效能。上要紧的就是唔通伤瓦壁，安尼唔来影响除湿的效率，甚至即有机器过热的危险。啊，上好可能较快的所在，要有甚款错误的方法，爱避免，赶紧来看卖。路口雨一直落，规身躯壳啊，甲淡糊糊，也阁会当照干。毋过衫洗好，毋管安怎拍，就是拍袂干，阁会有生过味。这个时阵连怎？无毋对，真侪民众拢会用除湿机，啊，家放伫厝内壁角，拍开开关。毋过这个行为是毋对的。出龙口伫店面啊，画伫店面啊，画头前，吼啊，消防是伫后壁，所以这两个地方是卖甲冻着。正确方法是啥？赶紧招过来，除了关窗仔门，才个除湿，上好把机器放伫咧室内走廊，或者是空旷所在，上少要含壁刀保持50公分的距离。过来除湿机算是高功率的家电，爱尽量用，但一插座使用了后，嘛拢爱定期清网啊，较袂有烟叶掉伫咧顶的。啊，清洁的时阵嘛拢爱注意，莫有水气走袂去。咱台湾的湿度悬嘛，8到10嘛，啊，所以拢要除到6、7、10较拄啊好嘛。落这个雨吼。3、4天吼，哦，超过啊，一礼拜有啊。才有感觉来对咧湿安尼啦。吼，啊无是拢无感觉啊。若是无好好使用，若无效果，一个无细腻，佫可能会发生严重灾害。所以民众一定要好好使用，才会当用的安心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